咁我轉到嗰度 Generation Desk， 歡迎收睇乜都講 What to Talk。又一年嘅櫻花季，去日本賞櫻似乎係呢個季節嘅時令活動之一。櫻花從開花到滿開，再到凋謝，只有短短嘅2個星期左右。如果遇到啲天氣唔係幾好，刮風落雨嘅話，就會更加短暫。趁住呢一段時間行開下去散下心，喺短短嘅2個星期入邊，如何能夠計劃好路線，行出一條不尋常嘅櫻花前線呢？你睇睇呢一個東京最佳賞櫻地圖嘅美錦廊啊，或者會有一個不同尋常嘅櫻花之旅㗎。目黒川東京經典嘅賞櫻勝地，貫穿世田谷、目黑、品川3區，最後直產入東京灣嘅目黒川，沿岸大約有4000米長嘅櫻花路。盛放時期呢，流水同埋櫻花共爭艷，微風吹一吹，花枝抖一抖，灑下一片櫻花雨。咁樣嘅景色真係令人流連忘返。晚間仲可以欣賞夜櫻，萬燈燈籠照映之下，光與影嘅交錯，靚到揼一聲啊！每年嘅櫻花季節期間都會有 Sakura Matsuri 鹽池櫻花小路，兩邊成條賞櫻街嘅人流穿梭，約埋班巴打賞花飲酒，此乃人生一大快事啊！因為鹽河嘅小路比較窄啲，就唔方便人數眾多喺度圍坐嘅。相對嚟講，遊客雖然係多，但係流動快，因此都係攝影愛好者中意打躉嘅地方之一。作為天國嘅御花園之一，新須御苑嘅櫻花從3月最早嘅寒櫻開始，一直不斷嘅盛開，直到關東最遲開花嘅八重垂櫻全部凋零為止。可觀賞嘅品種就多咯，花期長，再搭配埋院入邊其他嘅植物同埋自然風景，正所謂移步換景，呢度直頭係攝影愛好者嘅天堂啦。同其他賞櫻知名公園嘅熱鬧程度咧就較為不同嘅，新須御苑係非常安靜，遊客都唔係講好多，適合嗰啲淨係想安安靜靜賞花放鬆嘅 Ikemen。童話大師新海誠嘅講到黑道年畫中嘅主要場景都係以呢個地方為原型創作。位於武道館附近嘅千鳥之淵，因400米鹽河櫻道而聞名嘅800幾棵嘅蘇美榕樹咯，同埋山桜，以至河堤一字排開，風吹花走，倒映出河面別有一番嘅風情。每到櫻花季節嘅時候，花燈齊開，夜晚就會帶出另一種 feel 添。如果第一次嚟到東京賞櫻，首推薦呢個地方，花過下晝嘅時間由皇居一直靠海岸行到去武道館。如果有興致嘅話，仲可以喺千鳥之淵入邊撐下艇仔，近距離咁感受下櫻花水面濺起粉色漣漪嘅美景。而從北之丸公園蔓延到成條街嘅 Sakura Matsuri 商廳街都係非常熱鬧噶，特別適合體驗嗰啲日本節日祭典嘅氣氛。作為傳統經典嘅賞花勝地，賞櫻嘅名聲早就已經係通晒天啦！成1300幾棵唔同種類嘅櫻花樹，千姿百態，風吹過嘅時候落葉紛飛，嗰種燦爛嘅 feel， 直頭就可以滿足晒所有人對櫻花季節嘅憧憬。不過，既然名聲遠播全球，咁都意味着會人山人海。正所謂抬頭望櫻花，低頭睇人流，嚟描述櫻花季節嘅賞櫻絕對係唔誇張嘅。如果想要喺櫻花樹下優雅嘅飲酒、彈琴、吟詩作對嘅話，咁就真係要神咗爬起身去霸位噶啦。Asakayama Coin對日本人嚟講係非常傳統嘅賞櫻勝地，同上野公園咁上下啦。但係其城界嘅古老部分就較為日本人喜歡嘅，特別係啲老人家成日會去嘅賞櫻地帶。成個 Asakayama Coin入邊650幾棵唔同種類櫻花盛開嘅時候，淨係坐喺電車上，遠遠從王子站望過去就可以睇到一片片嘅粉色，何其壯觀啊！同上野唔同嘅就係，因為飛鳥山係唔屬於市都區域，因此民間藝術嘅交流咧就比較多嘅。唔同嘅民間團體成日都會喺 Asakayama Coin入邊唔定期咁舉辦啲各式各樣嘅活動。櫻花季節嘅時候就可以經常欣賞到傳統嘅日本舞表演，和服加上櫻花，唔通唔去睇一睇咩？毛利町喺寸土寸金嘅六本木擁有4300平方米陸地嘅毛利町，雖然院中淨係得13棵櫻花樹，但係小橋流水嘅二步逆境，亦都喺呢一度發揮到淋漓盡致啊！萍水熱鬧，水中倒影，風歌花雨，呢啲一樣都唔會少，仲多咗遠處望落去嘅 Tokyo Tower 添，佔盡地理位置嘅優勢啊！再加上六本木係藝術圈嘅中心，結合咗各種藝術家嘅光影劍等最新科技，反而可以睇到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櫻花景色。近田明神要講到櫻花加神社嘅組合嘅話，就可以近田明神莫屬啦。珠江嘅經典日本神社，再加上境內數十棵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櫻花，令到近田明神自從江戶時代以嚟就係賞櫻名勝之一。但係因為神社入邊係唔准野餐同埋高聲喧嘩，所以雖然有名氣在外，但係遊客唔係好多嘅啫。大部分嘅日本人都係只不過係每年櫻花季節嘅時候嚟呢度稍為欣賞一下，拜一拜報個平安，然之後就會馬上離開噶啦。
比較細眾嘅上英地帶，位於集思谷嘅鬼子武神境內，櫻花、古剎，似乎係最傳統嘅日本都係喺呢一度俾定格。由鬼子武神表參道一路行出嚟，兩邊嘅櫻花木就好似喺度引導緊啲訪客行向一個聖潔神秘嘅地方。大紅色台前面嘅櫻花樹，古寺門口猶如胡髮毛一樣嘅櫻花樹，最日式嘅顏色就自然回流咗喺呢一度，有一種時光倒流幾個世紀嘅錯覺。好，今日嘅影片暫時到此為止。如果你未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請撳呢邊嚟支持我。如果你已經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可以撳呢一度嘅小叮當，咁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布嘅最新影片啦。By the way， 如果你係中意我呢個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 share 出去俾身邊嘅朋友。如果有啲咩想講嘅話呢，歡迎你喺個影片下底留個 message 俾我噶。唔好忘記去我嘅 Facebook fan page 俾個 like 我，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如果想睇下一集嘅話，請點擊呢一部影片。同時間呢度會有2部推薦影片，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擊嚟睇下噶。如果你真係唔知道要點樣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可以直接點擊呢一個頭像嚟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咁樣你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嘅影片嘅內容係做咩春嘅位。所以啫，麥當呢？